根据统计，这彰化县大概有3000位视力障碍者，其中有200多个是需要就业协助的。为了要增加视障者的工作机会，彰化县政府逐年拢会办10场的视障猎龄体验，也每合企业聘用视障猎龄师傅。不过，视障者就讲，彰化县内大部分拢是传统产业，对猎龄师傅的需求确实是真有限。专业的猎龄师傅出手，替民众放松筋骨。根据统计，彰化县大约有3000位视力障碍者，其中有200多人需要就业协助。彰化县政府当年会办10场的视障猎龄体验，嘛每合企业聘用视障的猎龄师傅。阮这个计划吼，陆陆续续咧推动哦。即摆彰化县一定有4间，吼，咱4间的企业有来用到咱的视障按摩师，用这个视障按摩师哦，是1.2个啦吼。那超过67个人，就一定要聘请一个身心障碍者，吼。所以咱会当互企业符合伊的法规，猎龄就使互咱现场的工作人员会当较轻松。较早阮拢伫咧店内咧做嘛，即摆有机会出去公司啊，还是工厂啊去共替人服务吼。一方面是互阮有机会增加一寡收入，再来就是讲嘛有机会去甲人互动。县府嘛委托彰化县猎龄职业工会办理视障的猎龄进修班，提升猎龄技巧，望会当增加企业聘用的机会。工会理事长表示，彰化县因为产业的关系，本身对猎龄的需求就少，有的人都爱通车去外县市上班，增加不少时间成本。目前彰化县的视障按摩师，他的迄今机会几乎都要跑到新竹的电子产业了，因为彰化县的传统产业一般名额比较少，而且它也着重在生产竞争力方面。那一般按摩师，我们主要是为员工舒压，所以说在这方面的话，彰化县这边真的是就业机会会比较少。县府劳工处表示，彰化确实因为传统产业占多数，勒索视障猎龄服务也需要继续突破。嘛，当咧规划网络影片制作、Podcast 这课程，让视障者有多元的职业训练，提升就业机会。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。